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的中和发生着大官刣新妇的凶杀案。讲因为教囡仔的观念无同，加上这个大官怀疑新妇讨客兄，双方起口角，大官袂堪要去，就举家私刣新妇，讲刣100外刀，甲新妇刣死。啊，警方到场，这个大官佫一度来辩解讲，人毋是伊刣的。附近的厝边讲，这死者大家官才搬入来住2天尔，想袂到就爆发着凶杀案。穿白衫的查某人伫巷仔内行来行去，等到伊新妇骑车出现，原来双方约好时间要去接囡仔。伫去楼顶期间，两人才发生冲突。一个听到相骂声，经过起诉，搁回头看一个，伫楼梯间大官刣新妇。大官身躯有血，个被敲出2支假尸，不过伊拢无承认犯案。那个嫌犯的说法是有人打死者，然后他去保护，所以他全身沾满了血。警方伫个身躯敲到2支假尸，敢若被清洗过，将人带转去上班了后被羁押禁见。死者在生时所骑的电动车要停伫门口。大官刣新妇代志发生伫新北的中和，双方因过就袂合。2楼迄天，死者接囡仔时伫1楼楼梯间煞起冲突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大官捌甲新妇借钱，更加怀疑这个新妇讨客兄时常去公司查勤。可是顾着因后生饲查某，这个新妇嘛指控这个大官时常伫厝食薰，双方因为生活习惯甲囡仔教养问题，时常伫冤这个大官一个生气，并着家私煞造成危害。那个新妇去食薰啦，去食薰伊才搬出来。无爱大，就搬来遮2天尔。初步了解，死者是2021年结婚1个月5人住做伙。2024年，死者的翁搬去台中。今年7月，大家官甲死者的母仔囝分开住，较无1礼拜就发生凶杀案。家属去殡仪馆，无想要加讲。这个大官是安怎会刣新妇？恐惊是死者的家属上界沉痛的问题。